記得咧，我未曾即係做牧者之前咧，咁我自己咧係做會計嘅，每年咧都會有個叫歷期輔導嘅。我做隊長嘅時候咧係做一樣嘢嘅啫，由一個大約3-4層高嘅樓嘅懸崖峭壁游繩上去，游繩落嚟。咁於是我就帶住我嘅隊員，就叫佢哋上去，10個上咗去，剩翻我同另一個啲同事死都唔肯上去，扣價扣人工都冇乜所謂，我位高嘅唔得㗎，上唔到啊，佢都唔上，咁我自己上去咯，上去連埋嗰10個一齊11個落嚟。我好記得檢討嘅時候咧，個教練係責備我哋啦，要求就係12個上去，12個落翻嚟。點解有一個冇個上過去？點樣做隊長㗎？我覺得明明係佢嘅問題嚟㗎嘛，佢唔肯上去真係唔關我事啊。咁咧第二日咧就係參雙人獨木舟，就圍繞西貢一個圈。另外我哋同事做隊長嘅時候咧，見我咁大隻，所以就揾個更大隻同我一齊，真係可以順利嘅，啱啱近達標，圍住呢個西貢嘅去一個圈。我開始玩完呢2個活動嘅時候，我開始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強項同埋弱項，我哋要幫助一啲弱小嘅。當你喺強嘅地方，就要幫助啲弱小嘅；當你係弱小嘅地方，就要接受人幫助。教會就會前進㗎啦，一齊嘅前進係需要互相幫助。你喺強項嘅地方要幫助弱小嘅，弱小嘅地方要接受人幫助。呢個就係聖餐裏邊其中一個精神。